咩話？30個喺珠海市中心買別墅？你手頭上只需要30個就可以攞低呢套地上2層、地下1層嘅別墅。屋苑門口行出去500米就係情侶路，依家係現樓發售㗎喇，帶埋前後花園，15分鐘到港珠澳大橋。睇下呢個地下室，全部係贈送面積嚟嘅，有個影音室啊、健身房、桑拿房等等，簡直不要太舒服啊！我哋地下室呢都係做咗一間套房嚟嘅，平時個親戚朋友呢過嚟可以住喺地下室。我哋負一樓呢係通車庫嚟嘅，仲送埋2個停車位俾到你。我哋嚟到呢個係2樓嘅位置，呢個呢就係我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邊呢，佢做埋一個書房喺入邊。如果話唔需要書房呢，可以做埋一個超級大嘅衣帽間。2樓嘅位置呢係做咗2間套房嘅。感興趣嘅朋友一定要喺評論區留言啊，我 send 最新資料俾你。